好，比賽開始，勝負已分。好，比賽開始，勝負已分。好，開始。腕力運動又名拗手瓜，係一項大眾焦點嘅新興運動。中國香港腕力協會係國際奧委會 IOC 轄下嘅世界腕力協會 WAF 及亞洲腕力協會 AAF 嘅正式會員。世界腕力協會於1977年成立，至今已經建立完善嘅比賽制度，包括每年舉辦嘅腕力世界盃、腕力亞洲錦標賽同埋腕力世界錦標賽。腕力運動將會喺2025年首次在亞洲青少年殘疾人運動會中亮相。同時 WAF 亦都積極爭取於2032年布里斯班夏季殘障奧運會中被納入為奧運項目之一。我係叫張淑霞，我今次咧係參加咗第一次嘅殘疾腕力比賽，咁我覺得都好榮幸攞咗呢個冠軍，會再嘗試再參加呢個腕力比賽嘅。我係伍強，係今次男子組腕力比賽嘅冠軍。後生時咧都有玩下啲腕力比賽嘅，咁其實玩呢種比賽係我發覺都幾好嘅，即係起碼要有自己個爆炸力啊，同埋嗰個壓力嘅，要同埋有少少戰術啦，要留啲力啊，一口氣再擊敗對手咁樣。本會不僅重視精英項目，我哋仲設有青少年、先進組及殘疾組別，致力於為殘疾人運動員提供體育機會。我哋相信腕力運動能夠在個人生活中產生積極影響，並為社會帶來更健康、更強壯嘅未來。我哋致力於推動本港腕力運動嘅發展，通過提供支持、培訓同埋資源整合，幫助會員實現佢哋喺腕力領域嘅夢想同埋目標。本會會定期舉辦地區性嘅邀請賽、同樂日以及全港公開賽同埋大灣區交流賽等活動。呢啲賽事嘅目的係選拔出更優秀嘅腕力運動員，期望佢哋能夠喺不久嘅將來可以代表香港參加奧運會。